基金會咧慷慨捐資港幣3000萬元俾浸大，成立香港浸會大學同心基金高齡疾病中醫藥研究所。喺呢項前瞻性嘅舉措，唔單止回應咗社會迫切嘅醫療需求，造福廣大市民，更加充分體現咗3位創辦人對浸大作為中醫藥教育同埋研究先驅嘅高度肯定同埋信任。研究所嘅成立，正是希望結合中醫藥理論嘅智慧和現代科研嘅力量，幫助長者提升生活素質，同時減輕照顧者嘅負擔，緩解香港醫療系統壓力。我哋深信這次嘅合作將成為推動中醫藥創新、實踐治未病和治已病的理念，關懷長者健康嘅重要里程碑，為香港發展成為中醫藥科創中心注入新嘅動力同埋希望。3、2、1。我哋好開心宣布，香港浸會大學同心基金高齡疾病中醫藥研究所正式啟用。